我哋唔係嚟證明自己有幾咁巴閉，幾咁厲害，我哋係嚟學習，學習關愛，學習包容，學習放低，學習原諒，學習喺黑暗之中為人點燈。每一件事其實都係一種嘅學習，每一個人其實都係一位老師。記住，我哋俾出愛，愛就會翻嚟；我哋俾出恨，恨亦都會翻嚟。所以我哋要小心，要俾啲乜嘢出去啊！倪以清，點點心意，點點情。有冇見過人翹埋雙手喺度等運到啊？就因為翹埋雙手，機會嚟到都冇去接，繼續坐喺度，時間照樣過，機會照樣走啊！最後變咗一頭白髮，乜都等唔到。莫等待，光陰不會復來，勿讓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莫等待，春風吹過暴雨來，浪蝶應悔當初不自愛，莫等待。別戀感留意，識取少年時，發奮上進不用遲，同聚今朝共立志。莫等待，光陰不會復來。青春佢係會越行越遠。我哋睇翻10年前自己嗰張相啊，唔好話有冇皺紋啦，就係個眼神同個笑容已經今非昔比咯。識得加減乘除嘅話，會計到自己大概會剩低幾多嘅時間，最多又會剩低幾多嘅時間。哇！你唔好嚇人啦，搞到人哋提心吊膽。唔係要嚇人，而係要話俾人聽，食物有保鮮期，人都有壽命期。記得以前嘅琴姐李香琴講過，佢話每一日瞓醒就當自己打麻雀冧個莊賺多一日噶啦。所以無論剩低幾多時間都好，我哋都要好好咁樣運用佢，唔好淨係坐喺度啦，出門口行下，睇下花草樹木，去下公園吸下新鮮空氣啦。莫等待，春風吹過暴雨來，浪蝶應悔當初不自愛，莫等待。浪蝶應悔當初不自愛，莫等待。每一個人最有氣有力嘅時間可能係20-30年，如果喺呢一段咁好嘅時間都要翹埋雙手等運到嘅話，咁就會錯失呢一生人僅此一次嘅體驗。莫等待。近呢一排喺演藝界真係有好多前輩朋友離開，我就同阿鄧英文哥哥講，佢話係啊，其實個個人都排緊隊，唔使爭先恐後。我話係啦，本來我都上咗車噶啦，估唔到我竟然可以落翻車。佢就話老天爺見到你打尖，所以抽翻你落嚟，要你重新再排個隊啊。千般相思似霧無語，抑鬱苦惱一於作首詩，寫篇艷麗言辭合你意，直以表心知。執起張紙卻恨無語，心聲傾訴實在夢容易，依稀往事現猶在我耳，望你解心意。
更多挫折，總知兩心知，全無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曉意思。邊個後邊個先，千祈咪打尖。忽然我記翻起一位朋友，曾經喺商業電台同佢做同事，覺得佢好風趣好生鬼。70年代當時香港嘅流行曲有好多係佢填詞嘅，呢一首就係啦。深宵追憶會亂神志，怎許相對有若藤前樹，衷心暗示祈求亮初穿，夜半輕私語。更多挫折，總知兩心知，全無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曉意思。追憶會亂神志，怎許相對有若藤前樹，衷心暗示祈求亮初穿，夜半輕私語。填呢一首歌嘅黎彼得先生，我一直覺得佢文又得武又得，好斯文嘅歌，淺白俗語嘅歌，佢一樣可以手到拿來。所以佢嘅離開就好似之前黃霑先生、林振強先生走嘅時候一樣，可以為香港歌壇嘅損失。舊愛消失風雨間，萬里阻隔再會難，款曲空記柔情淚滿眼，低聲嘆夕影單，自願當初空作假，夜半怎冷睡夢殘，惋惜春去柔情淚滿眼，碰上見已恨晚。人生悲歡，世間滄桑，感慨有千萬。如今追憶昔日歡聚，緣何別一旦夢散煙消因愛減，舊煙不會再復還。每當佳節柔情淚滿眼，痴心永遠莫挽。有啲年紀比我細嘅朋友同我講，係咩？乜嗰啲歌係佢有份填㗎？係啦，唱咗幾廿年，可能都疏忽咗佢嘅名字。除咗剛才嗰首《夜半輕私語》之外，其實佢仲有好多好多作品，例如有許冠傑嘅《浪子心聲》、半斤八兩、賣身契、財神到、打着英雄傳、梨渦淺笑、張國榮膾炙人口嘅 Monica、第一次、梅艷芳將冰山劈開、譚詠麟愛人女神、天邊一隻眼等等等等。人生悲歡，世間滄桑，感慨有千萬。如今追憶昔日歡聚，緣何別一旦夢散煙消因愛減，舊煙不會再復還。當佳節柔情淚滿眼，痴心永遠莫挽。喺佢曾經填嘅詞入邊，似乎許冠傑嘅佔咗大多數，學生哥好交功課都係佢㗎。喺呢一度就用佢嘅作品送別我哋呢一位
填詞人兼電視電影演員黎彼得先生，願佢安息，柔情淚。如果喺荷里活餐廳入邊多啲叫不同款式嘅雞翼，再加飲品，咁就會對一台人多一份選擇，對小朋友會多一份雞翼，會令到全台人同人之間多一啲歡笑同喜樂，仲會少一啲價錢添啊！你都想食㗎？一個用心情融入雞翼，雞翼融入餐廳嘅荷里活。希望喺荷里活餐廳見到你。荷里活餐廳同得你去，梗係當你 friend。快啲嚟 Buy to More Bell 特許代理商 Monster Mobile 了解 Bell 嘅純光纖上網服務啦。Bell 純光纖係最快、最值得信賴嘅上網服務，100% 純光纖直達入屋，帶俾你極速上網體驗。立即轉用 Bell 純光纖，享受 Ookla 認證嘅加拿大最快上網服務啦。月費只係60蚊起，立即去士嘉堡 Warden 夾 Finch 嘅 Buy to More Bell 特許代理商 Monster Mobile， 或致電647-6169-229，問下優惠詳情同服務地區範圍呢。當我哋明白生命無常，我哋就唔會再張揚。今日華麗風光，聽日可能係狼藉一場。當我哋明白生活無常，我哋就唔會再悲傷，得失都只不過係空花一場。當人能夠明白無常，其實一切都係好正常。倪以清，點點心意，點點情。我諗有啲朋友都知㗎，如果坐某一間航空公司飛返香港，直航嘅話呢就會貴啲嘅。如果停一轉喺台灣啊、韓國啊或者日本，甚至乎泰國、新加坡，機票就會平啲嘅。因為咁嘅關係，好多時返香港嘅時候都會去一轉東南亞其他地方。講返去日本次數都幾多嘅。我今日想講呢，就去大阪，大阪嗰度有個南海車站，嗰度嘅下邊可以搭地鐵嘅地方，有一間嘅麵包鋪，係一間百貨公司嘅樓下嚟嘅。佢有一種嘅麵包，我覺得非常之好食。我每一次咧去到咧，第一時間就飛落去嗰度買2個麵包，就企喺入邊揸住嚟食。有陣時飛翻香港之前，又會走落去特登買嗰啲麵包帶翻香港。譬如話佢有20個，我就買19個，因為我姐姐個女話俾我聽，嗰啲嘢你唔可以一次過買晒嘅，你點都要留翻1-2個俾其他人嘅。咁所以有20個咧，我就買19個；有18個我就買17個。嗰種咩麵包咧？基本上介紹俾人食，個都話好食嘅，因為佢唔係用麵粉做，佢係用米粉嚟做，係用日本嘅米粉。咁有一次喺呢一度同一個做麵包嘅朋友傾開，我就話嗰隻麵包真係好好食啊！我話加拿大唔知有冇嘅啦，咁因為未買過未見過，咁我就話香港有啊，你去邊度買啦咁。我去過啦，我亦都買過啦，同日本簡直差天共地，雖然係一樣嘅材料，但係爭好遠啊咁。佢話咁啊，等我諗下買唔買到嗰啲米粉。我發覺呢個老闆原來真係好用心，同埋好有興趣整麵包，係整好食嘅麵包。幾日前佢忽然間打俾我，佢話依家成功咗2款啊，做咗出嚟啦，可以攞俾你試下咁，俾啲意見啊。哇，真係食翻日本嗰種嘅味道啊！我話俾你聽，個麵包好煙韌嘅，口感好特別，同食平時嘅麵包係完全唔同噶。食嘅時候，我隻狗都撲埋嚟，我唔分低佢唔肯走嘅。有機會你都買嚟試下，真係人一世物一世，乜嘢麵包都試下。總之我係好瘋狂地中意噶。同埋呢，有陣時嗰啲普通嘅麵包，有啲係發粉啊，對於關節有炎症嘅朋友嚟講呢，唔係咁好嘅。食米做咧，我又唔見有咩發作咯。整呢個麵包嘅日本米咧，就喺日本去到溫哥華，溫哥華再飛過嚟呢邊，咁成本應該好貴，但佢又賣得唔貴。佢仲依家整咗好多種味啊，我中意冇餡嘅，但係佢咧又整咗依家有芝麻味啊，有班蘭味啊，有芝士味啊，芋頭啊，或者遲啲仲會有 Cranberry 啊。咁依家仲係試行嘅其中，但係已經絕對好好食，可以一次過食4個麵包，誇唔誇張啊？咪有好嘢梗係要分享啦！真係多謝阿媽哥咁有心研究，整啲米包出嚟俾我哋食。間麵包鋪叫 Panache， 暫時淨係喺 Markham Road 嗰間鋪有得賣嘅咋，早去早有，遲去就冇。嗰日裝修師傅嚟，我都整咗半個俾佢。我話你試下，唔係叫你食飽，要你試嗰隻味啊咁。佢都話哇好特別喎，好特別喎咁，係真係好特別。
咁柏爵亦都係我嘅贊助商之一，咁我更加要多謝佢啦。仲有 Panache 非常之出名，好多人都中意食長洲師傅做嘅糯米糍，我啲囡囡就成日都中意去嗰度買芒果糯米糍，希望你都會中意呢一隻用日本米做嘅麵包。好啦，講完西式嘅麵包，咁食中式嘅包點，咁啊梗係包師傅啦。多謝呢位贊助嘅朋友，因為知道琴日開始已經有今年嘅月餅月賣啦，先到先得，賣完即止。點解？因為有優惠，有88折，佢哋嘅月餅全部本地製造，不含防腐劑，2個字新鮮。同埋好多朋友都知道佢哋喺列治文山已經開咗分鋪，嗰度都有過百種嘅點心，中式包點、甜品乜都有。哇，真係一年容易又中秋啦！叉燒包，誰愛是剛出籠的叉燒包？誰愛是剛出籠的叉燒包？還有那蓮蓉包呀、豬油包呀、魚翅包呀、豆沙包呀，應有盡有廣東包。假使說你不愛吃廣東包，還有那各式各樣上海包。讓我來告訴你，有深圳饅頭、大肉包呀、小籠饅頭、菜肉包呀。好朋友，你到底愛吃哪一樣？你到底愛吃哪一樣？哪一樣？廣東包呀、上海包呀、廣東包呀、上海包呀、廣東包。有的人他們愛吃廣東包，有的人他們愛吃上海包。諗翻係1996年第一次嚟到多倫多踏足 Oakville 嘅時候，食包原來係咁難噶，想食條菜心啊，唔該揸去第二個市啦，仲要未必有新鮮嘅可以俾你揀啊。所以時至今時今日，我哋華人喺呢一度想食任何唐人嘅嘢，比以前真係易咗好多好多咯。嗰陣想買支香港品牌嘅豉油，都要由 Oakville 走去密市，來回上高速公路先買到啊！叉燒包，誰愛吃剛出籠的叉燒包？誰愛吃剛出籠的叉燒包？還有那蓮蓉包呀、豬油包呀、魚翅包呀、豆沙包呀，應有盡有廣東包。假使說你不愛吃廣東包，還有那各式各樣上海包。讓我來告訴你，深圳饅頭、大肉包呀、沙龍饅頭、菜肉包呀。好朋友，你到底愛吃哪一樣？你到底愛吃哪一樣？哪一樣？廣東包呀、上海包呀、廣東包呀、上海包呀、廣東包。還有那各式各樣上海包。讓我來告訴你，深圳饅頭、大肉包呀、沙龍饅頭、菜肉包呀。好朋友，你到底愛吃哪一樣？講緊20-30年前住喺 Oakville 嘅時候，完全冇唐人嘢食，完全冇唐人嘢賣，於是每年都會揾2次過嚟萬錦市呢邊，去啲華人超市嗰度買好多食物，一買就買滿2大嘅車仔，然後翻到屋企就將佢倒晒落去嗰個好似棺材咁大嘅冰櫃嗰度，唔知嘅仲輕輕打橫瞓低嗰種啊！嗰陣時啲人見到我俾錢嘅時候，都怕咗我啦，咁多嘢。好多時啲人都會問我，你係咪埠仔嚟噶？我話係啊係啊，於是我就學識咗埠仔呢2個字啦。你呢？你初嚟報道嘅時候，你住喺邊一個區、邊一個省、邊一個城市，係咪都係冇唐人嘢食噶？其實時代不停轉變，依家樣嘢變得比以前更加好啦。歌名唔使講啦，叉燒包。想保障家人嘅健康，屋企有2個設備，你必須要安裝。由最高級認可水質專家Michael超親自處理嘅雅佳淨水，引入無水缸逆滲透飲水系統，保持純水乾淨新鮮，即開即飲。另外，太空總署都採用醫療級純不鏽鋼中央淨水器，集軟水同過濾於一身，係市面上唯一使用實心不鏽鋼嘅淨水器。請親臨1號 Raymond Drive 或致電416-576-9920查詢特價優惠。雅佳淨水，生活基本之尊。
不論神采飛揚嘅你，儀態萬千嘅你，又或者春風得意嘅你，只要嚟到 JCY House、JCY 珍珠鑽飾專門店同埋 Hillcrest Mall 嘅 JCY Swarovski 專門店，將心儀嘅服飾融入鑽飾，鑽飾融入自己嘅心情，一切可以更青春、更自信、更有活力、更加完美。記住，你比你想象中美麗。潮流所在，心中所愛，名牌匯聚，盡在 JCY。手執一篇好文章，就好似一杯好茶，可以細細品嘗。好茶好文章，梗係要同你分享。魏以清，張開眼睛見天晴。嗱，人嘅手就係咁大噶啦，握唔住嘅嘢實在有好多。世間好多嘢都係一場空，冇一樣嘢係真正屬於我哋。我哋嚟當然係皆大歡喜，我哋走就自然兩手空空。唯一屬於自己嘅就係曾經活着嘅每一刻。人呢一生最怕嘅唔係做錯選擇，而係永遠生活喺如果嘅陰影入邊。愛錯咗人又如何？我哋可能因此會學識到分辨真心同埋假意。行錯路又點樣？嗰啲意外嘅風景，或者啱啱就係命運埋下嘅伏筆。所以千祈唔好再翻轉頭苛責我哋曾經喺邊一個站喺風雨入邊做錯決定嘅自己。人生當然冇最好嘅年紀，只有最好嘅心態。人人都鬥唔過歲月，亦都跑唔過時間，唯有用自己最喜歡嘅方式過好每一個日出同埋日落。同我哋有緣嘅人唔使留，唔使求，因為命中注定有就係有。同我哋無緣嘅人何必留，何必求？完全係虛無縹緲，捉摸唔到。緣呢一樣嘢真係妙不可言，但係都要順其自然。真正嘅緣分係遇見之後不離開，係相處耐咗之後離不開。其實諗深一層，可能我哋已經好幸福噶啦。每一日可以食得飽，着得暖，冇病冇災，隔3、5、7日可以食餐好嘅，偶然仲可以瞓到自然醒，肥嘟嘟嘅仲係一身嘅福氣。人如果能夠逃過天災，避過戰亂，遇唔到壞人，冇咩大病，已經係非常之幸運。如果仲能夠家庭和睦，收入穩定，有3、5知己，嗰啲簡直就係天大嘅福澤。所以千祈唔好再灰心，唔好再沮喪。我哋會知道，我哋擁有嘅比未擁有嘅其實要多好多。接落嚟嘅，我哋要過好每一個平凡嘅日子，能夠過得好，已經係好犀利嘅事啦。係有陣時人真係會覺得好攰，嗰種攰有可能係睇唔見，有可能係身體上、精神上，以及面對未來嗰種無力感。但係一定要堅持落去，因為請相信，路雖遠，行則至，肯行就到噶啦。事雖難，做則成，肯做一定會成功。無論生活係點樣，都要保持自律，保持熱愛。昨日嘅深淵係今日嘅警醒，所以唔好同生活認輸，亦都唔需要向歲月低頭。如果風景唔夠好落，咁我哋咪行多幾步向前睇下咯。如果條路唔好行嘅，咁我哋咪放慢腳步咯。只要依然喺條路上邊，就能夠睇到想要嘅風景，就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方向。就好似如果我哋趕唔到睇朝早5點鐘日出，咁咪睇傍晚嘅日落咯。意思即係話，任何時間做任何嘢都唔會遲嘅。所以人人都應該有足夠嘅勇氣，面對風，面對雪，永遠咁樣自由生活落去，永遠行喺嗰條睇到花嘅路上邊。大家努力，就咁話啦。
间又相惜，留下了晚霞更艳丽。晚风轻轻吹送到长堤，带来了一阵清凉意。海面上也吹起绿涟漪，和天边晚霞都艳丽。我们缓缓走向图画里，让晚霞照映在大地。我两手相牵，迎着晚风走长堤，说不出柔情蜜，看不完风光旖旎。眼前仿佛只有我和你，只有我和你在一起。我们永远身在图画里，让天边晚霞更艳丽。係㗎，翻唔到轉頭嘅話，我哋咪要學識接受；留唔住嘅，我哋咪要學識祝福；得唔到嘅，我哋就要學識隨緣；放唔低嘅，我哋就要學識睇淡啲啦。要自己呢一分鐘開心定唔開心，其實可以係悉隨尊便。我兩手相牽，迎着晚風走長堤，說不出柔情蜜，看不完風光旖旎。眼前仿佛只有我和你，只有我和你在一起。我們永遠身在圖畫裡，讓天邊晚霞更豔麗。我們永遠身在圖畫裡，讓天邊晚霞更。人點樣可以生活喺圖畫入邊呢？會唔會將病交俾醫生，將條命就交俾上天？咁樣自己就可以成為一個冇事嘅健康人，乜都唔使擔心。最緊要可以用安定嘅心面對每一日。舊歌新版晚霞。幸福係食得出嘅，水油皮以3444嘅折法，折出192層嘅酥皮，用有機走地雞蛋減咗甜嘅蛋漿，焗出蛋香撲鼻嘅酥皮蛋撻。選用清甜冇渣嘅呂宋芒，由香港長洲土生土長嘅師傅親手炮製嘅長洲芒果糯米糍，Q 彈得嚟有糯米微香。Panes 伯爵，一間用心做好每一個細節嘅餅店，陪伴你從舌尖感覺幸福。電話905-471-7727。歡迎嚟到包師傅列治文山分店，隨便睇下。我唔中意出街飲茶，又最憎煮飯喎，有咩好介紹啊？咁你就要買多啲冰鮮點心同餸菜啦。哇，呢度啲種類同士家寶嗰間一樣咁多喎。你仲可以試埋我哋已經醃製好嘅燒烤食物添。你老闆娘希拉蓮唔喺度啊？嗬，講個秘密你知啊，我同阿牛好熟嘅。咁就啱啦。上次阿牛買嗰啲點心都未找數，不如你幫佢找埋啊。包師傅點心專門店列治文山同士家寶都有分店，416-988-3033。魏以清點點心意，點點情。有一日，女女幫我去買麵包，回程嘅時候，一條直路有一架警車一路跟住佢尾，佢就不慌不忙咁揸到翻嚟屋企，個警車都隨即停喺屋企嘅門口。女女覺得好奇怪，自己揸得好慢，究竟係犯咗咩事呢？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叢叢，我找不到它的行蹤，只看到那樹搖風。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叢叢，我看不到它的行蹤，只聽得那南屏鐘，南屏晚鐘隨風飄送，它好
就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陽紅，南屏晚鐘。警察先生行到嚟 driveway 就同女女講：根據你嘅車牌號碼，呢架車嘅車主佢嘅駕駛執照係已經被停咗㗎，所以我要上嚟檢查一下你嘅車牌究竟係咪同一個人。咁我女女同佢講：架車係我媽媽嘅，我幫佢買麵包啫。咁警察先生見到唔係車主揸之後，就同佢講：唔該晒，冇事啦。咁朋友話俾我聽：係啊，你哋唔好搏啊，唔好諗住冇買保險，又或者俾人停咗個牌，諗住揸少少路啫嘛，去街口攞信啫嘛，去買少少嘢啫嘛。佢話依家只要係警車旁邊行過，如果你是哪一樣嘢有事嘅話，都即刻會吊住你尾啊！所以我哋要守法，暫停你嘅車牌，唔俾你揸嘅話，你就千祈唔好揸。冇保險嘅話，就更加唔揸得。你好啊，佢話收聽緊呢一度係 FM100.7 星島 A1 中文電台，在下嘅名字係魏以清啊。淅沥沥，我的心裡亂如麻，嘩啦啦，好像窗外雨兒下，呼嚕嚕，又好像風兒吹窗紗，沙啦啦，原來我倆想念他。淅瀝瀝，風兒沒吹雨沒下，嘩啦啦，推開紗窗望一下，呼嚕嚕，望見了天邊月兒掛，沙啦啦，我在月下想念他。愛情像霧又像花，像霧又像花，無非烏鴉花非花，烏鴉花非花，淅瀝瀝，嘩啦啦，呼嚕嚕，沙啦啦。淅瀝瀝，月兒不要笑我傻，嘩啦啦，推開紗窗望一下，呼嚕嚕，望見了天邊月兒掛，沙啦啦，我在月下想念他。愛情像霧又像花，像霧又像花，無非烏鴉花非花，烏鴉花非花，淅瀝瀝，嘩啦啦，呼嚕嚕，沙啦啦。淅瀝瀝，月兒不要笑我傻，嘩啦啦，是情人兒是傻瓜，呼嚕嚕，拜託那月兒帶句話，沙啦啦，在我心裡只有他。像霧又像花，好多年之後諗翻起嗰次嘅相逢，如今山河依舊，草木依舊，但係當時嘅畫面講過啲乜嘢已經唔記得啦，只係知道係一個尋常嘅黃昏，微風輕吹，冇咩刻骨銘心嘅說話，但係感覺勝過世間所有嘅誓言。人同人嘅遇見大概都係如此啊！一眼相逢，山河有色；一生相守，歲月如歌。風兒剛剛吹過來，雲兒就要走，有很深來你的手，對你要挽留，來呀來，來了就要長相守，長相守，走呀走，總有相逢的時候，的時候，風兒為誰吹過來，雲兒為。記得以前我電台拍檔，亦都係好朋友胡啟榮曾經同我講過，佢係對於嗰啲令到你唔開心嘅人同埋事，3個字就搞得掂噶啦。我話咩字啊？
佢話知佢啦，於是我就學識咗話知佢啦。但係有一次菲菲就同我講，同樣嘅情況，佢就另外講咗7個字，都幾啱用㗎，就係由得佢自生自滅啦。自生自滅，總之對於令自己唔高興嘅人同埋事，記得話知佢，由得佢自生自滅啦。最緊要叫自己要經常保持好心情啊。風兒剛剛吹過來，雲兒就要走，有人想拉你的手，對你要挽留。來呀來，來了就要長相守，長相守。早2日就立秋，根據曆法，天氣就會由炎熱慢慢變涼，但係實際上暑氣唔會馬上消失，突然間都會出現秋老虎非常熱嘅情況。總之，而家開始早晚會有少少嘅涼意，秋老虎偶然都會發威，天氣就會變得乾燥。記住啦，一場秋雨就一場寒，落一次雨就多一啲寒意噶啦。好啦，今日節目到此為止，藝清多謝你收聽。下個星期5，阿牛話會嚟車我去做替工，車出又車入。咁下個禮拜5嘅牛王見你，跟住就係下個星期天，周日快樂，拜拜。點點心意，點點情，係由以下商戶贊助播出。開業30年，傳承至好食雞翼嘅荷里活餐廳，同得你去，梗係當你 friend。JCY 集團旗下 JCY House、JCY 珍珠鑽飾專門店、JCY Swarovski at Hillcrest Mall， 潮流所在，心中所愛，盡在 JCY。包師傅點心專門店，士嘉堡、列治文山都有分店，百多款點心小菜，名廚出品，一蒸就掂。士嘉堡店23號 Milliken Boulevard Unit B10， 雅街正水由最高級認可水質專家 Michael Chiu 主理，無儲水缸逆滲透飲水系統，即開即飲。416-576-9920。喺窩頓嘅 Finch Bridle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有更抵獨家優惠，電話647-616-9229。Hello Richmond Hill， Panache 伯爵嚟到 Major Mac 同 Leslie 啦，有機雞蛋小糖酥皮蛋撻，朝朝9點新鮮出爐。